这是什么草？用谷歌智慧镜头拍照辨识，或者是问这个 Gemini， 外国人念 Gemini， 中华民国台湾这边念 Gemini。那这个在荧幕正下方中央的按钮，然后问问看，到底这是什么植物？破瓜草啊，闽南语有破瓜草，三角形的，你看包薄膜的包，打开成熟以后打开以后看，里面那个种子好像2、3颗的，然后有那个心脏形哦，很神奇的，有心脏的图案的，有爱心的图案的。旁边那个是洛神花草也要整理啊，它会长得更好。你看这，也有人说那个叫什么娘惹草，灯笼果是不是灯笼果？网络搜寻看看，有别名。